议员朱一奇依照市建局交通事故的统计表示，3天来山区包括玉井、南华、南西、有乌连通港的第3线甲第20线的路段，已经发生8件严重的伤亡。议员强烈质疑是南区水资源局无做好交通维持，而且3个工区共济时间所造成，表达痛心，积极向市民安全清明。车祸的数量啊，8件死亡车祸啊，这几就是连同管开挖8件死亡车祸，300件的轻重伤，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感想？我当然觉得很不应该，尤其 A1、A2 啦 ，A1 是有死亡的 ，A2 是有受伤。这3年总共8件啊。对，第一个增加机场的密度，第二个对于包商下手的包商，他用那种态度说，反正我们已经申请交违计划，我们就按件开罚。第三个，开罚只是手段，目的是要改善这个交通，他们不能够全部封路的部分。会中议员进一步关心山区学校的体育资源，因为真侪设施拢有损坏，要求体育局全面会勘，并辅导相关学校会当纳入体育署的补助。台南新闻，阮及林英根采访报道。